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讲到台语，有一寡词是外来语，那古一字就无特别的意思，就我都用古一字来介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个词，就是其中一个咧，这个词就是西米露。有一块出名古早台语歌，歌名就是青蚵仔嫂。歌词唱到别人的阿君啊是穿西米露，阮的阿君啊是卖青蚵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人的翁婿穿插真比早，啊那阮的翁婿是咧卖蚵仔。人比人气死人，金蕉比树长。是讲是安怎西装会讲是西米露？原来是外来语来，这是英语 Savile Row。Savile 就是外国人的姓 ，Savile Row Street 就是英国一条做西装真出名的店。这个西装店专门替人客用手工来做西装，已经超过250年历史啊。日本时代，因为日本人穿西装，认为英国 Savile Row 做的西装上界高级，代表是大色人、上等社会人，就那讲西装是西米露。咱看到除了西米露，有人直接讲是西装洋服。另外，洋服这个词，同款嘛是为日语来的。西装是较直接的讲法。有一句话讲，西装很领，厝内吊顶讲话袂影。这意思是讲一个人穿插真好看头，结果厝内无钱，讲话无实在。另外，咱拄则讲到，自古以来，有的台语受到外来语影响，有的是直接翻译汉语来解说，有的直接用音译。咱举两个例，像讲 tent 就是为直接这个英语来讲是这个 tent， 也就是有人讲是布棚。另外，有讲到这个 tomato， 也就是英语的 tomato， 有人伫咧下讲是柑仔味，有人讲是草鸡仔。总是伫目前全球化的时代，一直有新的概念甲名词出来。简单来讲，台语有2款翻译的手路，一款是直接用音译，另外一款就是照中文已经翻译好的词，用台语汉语念出来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